我是家辉，今日呢要来看我家己工作室一寡设计的图卡，好，咱来看卖哦，分享大家看卖。好，咱来看吼，即张是做伙学台文，心内真感恩。就是家辉的台文商品，就是讲，伫我的迄落卖物件的网站内底，会有即张图吼。家辉的故事，家辉的台文世界，啊，搁有即个是我要开班的吼，目前无开班啊吼，因为伫要开学的，要准备开学一寡代志吼。即张我诚介意。倒边即张图其实是我请人画，我感觉真满意。家辉的二手车卖场，这是我的签名，我家己做成一张图吼。这是我进前的节目 Podcast，拢会当找着家辉的故事，拢会当找着。做伙学母语欢喜讲台语吼，这是我做成商品的冰尖的吼。好，向一个哦。这是拢我家己做的，等下我小解迄个网站。讲母语真欢喜，台语出头天。这我嘛有做成冰尖，若有兴趣的嘛通甲我讲哦。好，安尼即张图我嘛是真介意，我家己做成大纸吼，我念一个：欢喜讲台语，拍拼写台文，心内真感恩，同齐做伙行，台湾一定赢。等者哦。已经无啊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小解即个网站要安找，这就是 Canva，C-A-N-V-A，你拍入去了后呢，会当找着即个免费的线顶影片设计工具甲编辑。好，即个网站呢真好用，毋过你若要支持因，其实因有足侪的立钱的一寡工具，你会当使用。你只要有付一立钱，你就会当使用因即个内底一寡软体的物件，算对因一个支持啦。因为你伫共用免费物件，你拢无立钱，我感觉安尼嘛是讲袂过。你只要是登录，使用 Google、FB 还是 Apple 的口罩，拢会当入去哦。好，安尼我就小解到遮，大家再会。